1959年8月初7，当时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对嘉义布袋起来，离花莲和新港中央引起一个副低压，形成强大的西南气流，致使中南部落超级大雨。迄个时阵水利设施还阁无够完善，所以做大水，拢总有667人死亡，408人失踪。是台湾二次大战了后到目前为止，受灾人数比921还阁有800水灾较少的一摆。2015年8月初7，返乌箱课工的学生，伫占领教育部162点钟了后宣布，因为风台来加上要求已经完成一个抗战，所以退场。但是学生强调，退场不是结束，会继续坚持要求政府暂时卖掉课工。2016年8月初7，泰国掌权的军政府新的宪法已经初步做出来，举行公投。但是泰国总理表示，新的宪法会当恢复泰国的民主，而且会当让政治清廉和稳定。去有政变推翻的前总理英拉，伊是呼吁支持者站出来，对军政府的宪法投反对票。同时，泰国的政府为了防止示威动乱，部署20万警力维持安全。